交通部今宣布，通勤月票 T-Pass 在北中南三大生活圈，包括11个县市，对6月15开始就会当去买月票，7月1开始使用。不过，代替今麦说讲，这过加票口的时阵呢，因为系统未互换，将来会当用另外一台机器，或者月票的民众使用。 全新的票卡感应机写行政院通勤月票专用，都徛伫代替人工闸门通道。7月1开始使用上新的通勤月票，即代替都要直接入卡行人工闸门通过。其他本来的自动感应闸门拢无适用，互人烦恼尖峰时间卡路敢会顺。它的全部的闸门使用会在半年后，大概年底哈。那这段时间我跟台铁局很多讨论，就是 包括现场人员的疏导，已经请台铁用一个最高的等级、最好的服务来进行。交通部宣布，北中南三大生活圈通勤月票确定伫7月7日上路，6月15会当移过票卡。北中南无共识，家人双北桃园月票定价称2，适用捷运、轻铁甲代替客运甲公车，也有公共自单车。中中岛月票台中市民699块，毋是台中市民999块。除了代替甲公共客运、台中捷运、市区公车甲公共自单车嘛包含在内。南高民月票定价999块，陆上公园以外道路嘛适用。另外， 桃园新店苗栗生活圈、北宜生活圈，也有花莲县、台东县，拢已经提报方案到中央，不过也伫初审阶段。各大生活圈送来的其实是一个基本的一个方案，那原则上就是说，我们都还是在这个3年200亿元的这个预算额度内。如果是整个它超出我们的这个预算的话，其实我们会另案的再做相关的一个处理。 通勤月票特别实施，平常时坐客运也是火车，由桃园到台北的通勤族真有感觉，尤其来台北这个转坐捷运嘛适用，袂少通勤族拢计划买。我住桃园嘛，然后想说桃园来这边，就是火车好像也可以算在1200里面，这样就对我来说很划算。这样会考虑啦，对，如果说之后使用频率这个部分使用频率高的话。 交通部表示，估计北中南3个生活圈的通勤月票实施，有62万通勤族会有好处。未来会逐步纳入更较侪票种，同时精算各种运具补贴金额，把将市省动用特别预算资源，来做试办效果良好，未来会阁找财源。记者综合报道。